問一問呢一位宏福苑嘅前保安主管黃先生，譬如你提出過啲咩問題咧？一個警報系統啦，我點解呢個警報系統要 turn off 咗嗰個系統啊？其實係佢個原因係乜嘢咧？點解要熄咗佢咧？佢可能會話係方便啲工人出入啊，因為啲工人咧，我眼見啦，經常咧佢會喺嗰個走火梯個大廈走火梯個出口度出入嘅工程嘅嘢咧，污糟啊或者剩啊，佢本身可能要去嗰個出入咁樣咯。刪咗嗰個警報系統之外，係冇其他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出入嘅咩？即係就會響嘅嗰個嘢。O K。係啊，即係你一推個門閂，係啦，佢就會響啊。其實變咗咧，有時啲工人出入嘅時候咧，佢會攞啲物件去攝住嗰個防火門咯。咁我經常都見到嘅，有時我會幫手閂翻咯，講嗰個消防泵啊，係咪？佢會停咗個運作咯。再上級有啲咩嘅反應？冇反應。見到有啲工人喺即係裝修嗰啲師傅喺公眾地方食煙啊，或者喺嗰個棚架上邊食煙啊。咁有時我哋收到啲住客，咁我又要上去跟進咯，勸喻翻嗰啲工人，你唔可以喺嗰個地方度食煙咁樣，因為會發生火警啊嘛。大部分都話OK，咁但係轉頭佢繼唔繼續咧，我就唔會再去跟進佢噶嘛，應該係咪先？咁你見到即係當日咧有呢個火警發生嘅時候咧，咁你第一個反應係點啊？睇到呢個消息嚇，點解會咁嘅？唔應該發生嘅啲嘢，即係唔應該發生嘅意思應該係其實有辦法可以避免。係啊，